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做味菜，咱厝邻囝儿伊时势拢甲叫来看节目，味菜要落去，阿公甲阿孙呢，老爸甲囝感情会变较亲，敢有影？专家讲的，来头一条吼，甲人体有牵连的味菜，你甲听啦。头一句讲，山林一张章，章的一对钉，钉的一个梦。梦的一个潭，潭的一个果，果的一个相车路。哦，潭甲果，果甲相车路，后壁这两句佫有斗句。安尼生好亲像讲一项一项拢咧比拼形体，互看咧无毋对。山林一张章对顶头讲起，章就是草木树章，佫来章的一对钉，钉就会发光，会安尼会倒。啊，钉的佫一个梦，啊，就梦牌直直梦土碰碰。国情啊，你免讲啊，我已经咧解说互阮孙听。煞毋知影讲章就是头毛，顶就是目睭，梦就是鼻仔，搁来梦的一个潭，潭就是窟水啊，就是咱的喙啊。潭的一个果，哦，国情若动作做落就歹看，嘣嘣嘣，巴肚就是果嘛。啊，果的一个相车咯，分相车。安尼生即条拄好咧要咱的人体，所有世界的儿童教育的专家拢甲咱讲。教囡仔要味菜，就是互伊了解这个世界。对上界亲近的项目讲起，人一定爱先看到家己身体的特性嘛。所以用各种梦啦、痰啦、果啦，看会到形体的物件来比拼，咱就知影巴肚泡就嘣嘣嘣，敢若果咧。安尼咧教囡仔，敢无讲会增加咱爸仔囝、母仔囝时大甲时细中间的感情？敢无影？这毋是国情咧传咧。啊，敢有即个趣味甲人体有牵连的味菜？搁来讲一条，来听来，这条讲10条田花8条狗，10块下皮砍花头。国情啊，啊那算嘛是10条田花9条狗，哪有迄个8条狗？啊你若甲分两边呢？一边若5条田花，中就夹4条狗咧。另外这边嘛共款5条田花夹4条狗，夹起来敢毋是10条田花8条狗？国情啊，我看你安尼咧比手画刀，我已经甲阮孙讲啊啦，对啦，得甲分两边，正手甲倒手，这条就是咧要咱的手骨啦。啊，若安尼10块下皮砍花头，煞毋知影就是咧要咱的指甲，有影着10块下皮哩。可笑，可笑就是讲咱的台湾话，将近要失传。这个艺术的味菜，一定要一代一代继续甲流传，继续甲传承落去。